2026世界室內柔大數錦標賽連續4天佇咧台北小巨蛋進行。咱台灣佇咧前2空的公開組比賽，已經摕到8金7銀6銅的好成績。今仔日進入錦標賽，女子500公斤級完成4連霸，男子600公斤級2連霸。也那男子的680公斤級是頭一屆摕到金牌，展現咱台灣柔大數18個實力。看起來一直是輸勢，不過一棒領就甲蘇瓦隊、拉脫維亞隊遐誘怪。2026世界室內柔大數錦標賽男子680公斤級冠軍賽，咱代表隊以來力戰摕下第一回合，第水隊是看甲真歡喜。第2回合無養傷久，2比0摕下台灣第室內柔大數錦標賽頭一名的金牌，隊員真歡喜，互相來下掌心。隊員各案天光，並且是有家己的工作，只好踅時間來練。不過佇台灣比賽進行調整甲適應，比起國外好真多。身體的體感啊，還有包括食物的適應啊，天氣的環境，天氣我們都適應得很好，所以這次大家狀況應該是非常好的。相關以社會人士為主的男子600公斤級代表隊，早前也拍敗荷蘭，成功來衛冕王座。團隊的默契跟力量是跟着年齡成正比上去的。52歲陳順良是陣中上一會隊員，比賽完了後就去看U23混合560公斤級決賽，因為伊擔任這個教練。U23加拿大隊參加，不過拍敗烏克蘭也無簡單，奪得金牌，互少年選手學習甲信心。由金美女中台師大甲社會人士組成的女子500公斤級代表隊，冠軍戰對上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，也是以2比0勝利完成4連霸。從室外走到室內是不一樣的技術，對，場地也不一樣，技術也不一樣，對他們來講是非常不簡單的。跟學姐一起來就比較有安全感，然後進步也比較快。錦標賽是以國家隊為主體，4面的金牌證明台灣柔大數強大實力。也若擊敗獎牌甲獎杯是台灣的形狀，選手甲教練攏講真好，演予世界各國知影台灣。記者綜合報道。